你怎么了？好像针扎一样。皇上开恩，奴才的阿玛并非有意欺君，只不过因为太皇太后有懿旨，所以奴才的阿玛才不得不隐瞒实情。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给朕听听。奴才遵旨。那日，李宜欢回到乱党窝据点，找到了奴才，并且揭穿了奴才乃朝廷密探的身份。不过宜欢说，他曾经承诺过皇上要劝降李定国等人，所以同我约定，暂时先不揭穿我。奴才的阿玛并不相信宜欢，所以命奴才盯着李宜欢和李定国的谈话，他自己好去寻找机会盗取铜匣。等奴才进入到山庄大厅以后，听到。爹，我们为什么非要光复大明啊？只要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这个天下姓朱或者爱新觉罗又有什么区别？混账！你竟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！爹，从小到大你都教育我，说大清朝廷是如何的残暴无道，朱明天下才是正统。只有让朱哥哥当上皇上，全天下的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。但是在这大半年里，我跟康熙相处的大半年里，我看到的康熙，他心里不仅有朝廷，还有全天下老百姓和他们的疾苦。他励精图治，他是一个好皇帝啊！住口！靖王，靖王，不要！当时李定国十分愤怒，差点就要杀了宜欢。至于后来奴才父子身份的暴露，其实也是因为樊篱根据过往之事加以推敲，与李宜欢并无关系。欢儿，是朕错怪了你。朕曾经说过，我们要互相信任，互相扶持，永不相依，也永不相害，是朕没有做的。皇上，您既然已经相信我没有负你，那你也不能负我。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肯留下来陪你，你就会放得住哥哥。欢儿，此事你得容朕再想想办法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头疼病又犯了？怎么了？不是头疼，是我心好疼，好像针扎一样。花儿，传太医，传太医！皇上，环姑娘这病十分的凶险，可又十分的蹊跷，倒不像是病，像是被人做了手脚。一群废物！你倒是给朕说清楚，他被人动了什么手脚？皇上，从脉象上看，臣判断好像是受了一种外伤，可是臣判断不出他伤在何处。此症无药可医，臣该死。听你的意思，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是吗？臣无能，臣该死。皇上，奴才也略懂医术，可否让奴才一试？穆生，你要是能把他救醒，那朕就赦了你们父子的欺君之罪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没有？单从脉象来看，确实是查不出伤在何处。不过方才奴才用内力顺着他的气血寻找了一圈，才发现了端倪。他伤在何处？回皇上，他是被人从胸前的膻中穴注入了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银针。这枚银针顺着气血在他的体内游走，如果稍有不慎进入心脏或者大脑，恐怕他就会当场毙命。寻常仵作是查不出死因的，多半都会以为是暴病而亡。对了，他在晕倒之前说他心口疼，
应该就是因为那根银针卡在了胸前某个要害之处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不过要找一个内力极强的内家高手，用内力顺着气血经脉，把那根银针逼回到胸前的膻中穴，然后再给逼出来。不过这种方法极为凶险，因为人体内的血脉粗细不一，百折千回。如果稍有不慎，那根银针就会顺着气血进入心脏或者大脑，那一换就……而且这期间过程极为凶险。就算最后成功把银针逼出了，那施救者也很可能因为内力丧失过多，变成一个废人。皇上，这等内力高手十分罕见呐！既然是好不容易练出的内力，又岂肯耗给他人呢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皇上，你马上给我召集宫里所有的侍卫，挑选内家高手。皇上不可，宜欢不是寻常女子，她自幼习武，多少也有些内力。这施救者还必须与她习的是同门的功夫，否则施救者的内力会与宜欢的内力相排斥，情况恐怕会更加危险。皇上，你也是从小在明珠谷长大，跟宜欢学的是同门的功夫，你也算是个内家高手，你可愿意为宜欢牺牲？皇上，奴才的命都是你的，又怎会吝啬这些内力呢？只不过奴才虽自小跟宜欢长大，习的也确实是同门功夫，但奴才私下里还习了阿玛祖传的家传内功，所以奴才的内功与宜欢也并非完全同路。这么说，连你也没有办法了。奴才虽然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但另有一人，同宜欢习的也是同门内功，并且他的武功还远在奴才之上。只不过什么呀？他是谁？你快说！只不过那人现在在天牢里，而且7日之后就要被处决了。朱思轩，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多谢关心，已无大碍。你知道今日朕为何前来吗？如果你是来劝降的，那我劝你不必白费口舌了。如果你是来送我上路的，那我只有一句话，请你好好待宜欢，因为他对你是真心的。如果有一天你对他的感情变了，也请你放他出宫，给他一条生路。你待宜欢，倒真是用情至深，也不忘他2度闯宫，求朕救你。朕今日来，既不是来劝降你，也不是送你上路，只要带你去见见宜欢。你居然肯让我见宜欢？老实说，宜欢对你也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愫。朕并不想让你们俩见面，但是他现在受伤了，受了一种很奇怪的外伤，十分危急，连太医都束手无策。也许只有你能救他。宜欢现在怎么样？快带我去见他。朕会带你去见他，但是有一件事你必须要明白：就算你救了宜欢，朕也无法违抗太皇太后的旨意赦免你，你依旧要死。你以为我会用宜欢的命谈条件吗？那你妹妹也太小看我和我对宜欢的感情了。好，希望朕没有看错。其实，你大可不必如此小心。宜欢还在你手上，你就算要放了我，我也不会走的。如果宜欢那日跟你成亲，你的这番话，朕是相信的。但是宜欢那日抛弃了你，跟朕走了，朕也是一个男人。朕不知道在你的心里，现在究竟是爱他多一点，还是恨他多一点。看来，你还是不了解我。朕曾经自以为很了解你，欣赏你，
甚至相信你。可结果呢？曾经我和你一样，要的是千秋大业，自然会不拘小爱。但心里，我也和你一样，都有自己放不下的人。好，一会儿终于有救了，还不快走！怎么样？你可有把握？若在以往，我有70%把握，可如今我重伤未愈，只剩下了5成。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尽快治好你的伤？正宫里的灵丹妙药随便你用。来不及了，银针随时可能顺着他的血脉进入心脏或者脑中，已经等不及我慢慢养好伤了。皇上，他重伤未愈，便为医患疗伤，已经不仅仅是冒着内力全失变成废人的风险，可谓是九死一生。朱子轩，你到底是救还是不救？但我有一个条件。朕知道是什么条件，朕答应你，只要你救醒了易欢，朕饶你不死。太皇太后那边，朕会帮你求情。你错了，你不必帮我求情。我的条件是，你一定要找出那个暗算易欢的人，杀了他。朕也想找出这个人，把他碎尸万段。可问题是，朕连易欢什么时候中的暗算都不知道，朕怎么查呀？易欢虽然武功低微，但不会连人往他穴道里注入银针都不知道。这只能说明，当时他处于毫无知觉的状态，所以才会着了人的暗算。你不妨仔细想想，近日他可有隐疾发作，陷入昏迷之时。